Hello，大家好。過幾日咧，老婆咧就會出月子中心啦。BB 咧即將咧接佢翻到屋企。咁作為四胎嘅寶爸啦，喺呢度咧想分享啲個人嘅經驗俾大家。作為第一次做寶爸寶媽，你哋令到你哋少走啲冤枉路。咩叫好用實用嘅嬰兒用品？好，而家開箱。OK， 終於搞掂，花咗2個鐘安裝時間啊！嚟逐個同大家介紹。首先咧，呢一張咧就叫護理台，主要呢一方面咧，寶媽同寶寶咧換尿片同埋同寶寶做身體按摩嘅。咁呢度有個卡扣啦，可以鎖住嘅。咁呢張嘢咧就防水、防油、防污。咁啊，根據高度自由調節，你知啦，寶媽平時咧彎緊個腰咧好辛苦啊嘛。咁啊，根據每個寶媽嘅高度調節，平時咧呢個位置可以放咩咧？放好多啲尿片啊！呢個位置咧就可以掛啲寶寶嘅衣服啦。你哋唔用嘅情況下，好簡單，輕輕一兜掹埋嚟，拍佢埋邊，咁就好企理啦。咁就唔會阻埞。呢個先係200出頭，性價比好高，而且實用性好強。呢個咧就係同寶寶攞嚟沖涼嘅，摺疊嘅軟硅膠，唔容易發霉。呢個咧就叫溫度計，可以探測水溫嘅溫度嘅。仲有好多啲配件，先100零蚊，好實用。呢個咧就叫做斜坡枕，平時咧寶寶咧食完奶咧就防止佢奶傾斜角度位咧就托緊嗰個 BB 個頭顱咧就唔容易嘔奶。呢個位置咧都可以調節嘅。咁呢個咧就可以俾 BB 攞嚟玩啦。安全帶立住佢，呢個位置啊托緊 pat pat，唔使佢俾佢瀡落嚟嘅。都係200零蚊，性價比都好高啊！好舒服，好柔軟。噔噔噔噔，跟住主角登場，冇錯，嬰兒床。呢張嬰兒床我點解要揀佢咧？因為考慮到我樓上樓下方便收納，又或者有時老婆翻娘家嗰時候咧，佢都可以輕鬆一件搞掂。只要將呢個床墊攞起身，轉個手往下邊個卡扣一拉，就可以收折包、打包帶走。呢個位置咧可以一件放落嚟。平時咧，寶媽寶爸同埋寶寶一齊瞓覺嗰時咧，喺呢個時候咧就加張床墊上去啦。咁啊，拍住你想要嘅大家持平嘅高度啦，咁樣可以一邊瞓覺嘅同時啦，可以時刻觀察小朋友。呢個位置咧就帶有好多個收納袋。呢個收納袋咧各種類型啊，譬如紙尿片啊、奶瓶啊，咩都可以收納。呢度有一個360度可以旋轉嘅攝像頭。咁仲有一個顯示屏，呢個顯示屏可以放喺1樓飲茶嘅時候啦，睇下寶寶有冇嘔奶啊，又或者係焗親係咁樣。而且仲可以連接手機，遠程監控。蚊帳都配備埋嘅，抗菌免尿，冇毒冇異味冇膠水，仲有大滑輪可以隨推隨走，非常之方便嚇。全部都可以拆出嚟清洗嘅。咁呢張比較貴，因為頂配，差唔多2K。如果大家想要睇啲乜嘢嘅，評論區話我知。拜拜。